美國當然唔會坐以待斃呢。美國人而家知道唔發威就會俾人當病貓嘅道理，於是一發威呢，就嚇到我哋嘅林副統帥都要即刻落台，全軍全民都進入咗震震撲嘅模式。呢隻黑天鵝好可能就係全民大鑊飯迅速爆雷嘅導火線，而下一隻黑天鵝就係伊朗。但係大家唔使驚，大鑊飯爆雷可能只係變革嘅前奏啫。嗰班獨裁特權階級已經唔識得自我改革啦，只能夠用爆雷嘅方式實現快速變革，可能唔使打仗或者革命都唔一定。中國人民唔使再俾人無厘頭搶錢，國民收入會快速追上歐美發達國家，和平過渡，唔需要經過世界大戰。咁下一步棋就睇嗰位仁兄點揀啦。美國唔打伊朗住，係想等對手自亂陣腳，等邪惡軸心自亂陣腳，所以川普咪拖住唔打咯。孫子兵法嘅最高境界，不戰而屈人之兵，美國人已經做到啦。等呢個全民大鑊飯騙局自己慢慢爆雷，同樣係美國人嘅美夢。但係奉勸美國人，形勢大好呢，就要見好就收割，唔好再等啦。再等你哋美國人呢，就等住俾人扭轉乾坤，等住做奴隸啦。人間正道是滄桑啊，唔好等到對手形成咗統一戰線先至下定決心，犯咗蔣介石曾經犯嘅錯誤，仁慈不長兵。改變自己嘅命運只能靠自己，唔好靠14億奴隸啦。再遲啲動手嘅話，唔單止歐洲，全世界都會成為嗰個人嘅奴隸。